你哋嘅早餐食乜嘢啊？我哋係應咗啲老人家嗰句話呵，做詩一行食詩一行，靠山食山，靠水食水，係嘛？靠海食海。然之後我哋係賣咩食乜嘢呵？賣花市食花市，賣包碌食包碌。然之後雞蛋係自己雞生個呵，賣蛋白粉就飲蛋白粉，係嘛？咁早挑水啦，挑得等嚟。我哋嘅早餐係好簡單㗎，嗬，係嘛？係。又好食，嗬。而家早斟得水嘅等嚟，早上來一杯蛋白粉，加啲雞蛋，嗬，加啲包粒，嗬。冇好飲啊？好飲。好飲係嘛？係好飲啊！嗰隻白雲山老品牌個嗰隻係嗱，見到嘛？佢係益生菌蛋白粉嚟㗎哈，佢嗰隻含有雙蛋白，對嗰啲長長痘痘啊都咩㗎哈，而且每一瓶都有嗰啲防偽識別碼㗎，一瓶咧係含量咧係1000克，你睇下，佢個配料表又好乾淨喎，你睇，佢就係有嗰隻乳清蛋白啊、豆奶粉啊，同埋蛋白質粉啊，又麥芽糊精啊，嗬，仲有含有多種嘅益生菌，所以講。佢嗰啲配料表好正噶，全家老少都啱飲噶呵。我小朋友啊都好中意飲噶，因為佢比較醇香。因為我小朋友冇中意飲嗰啲純牛奶噶。如果假如講你哋小朋友係冇中意飲純牛奶，或者講冇中意飲太甜嗰啲牛奶嘅，都可以去拍一單。佢係99.9蚊，到手嘅話係2罐，一大罐咧，1000克咧，一瓶都可以食好耐嘅，係嘛？我嗰瓶冇有好多咧，其實一瓶好大一瓶噶嗱。我瓶冇有幾多咧，好快又要換一瓶咧。我哋長期都喺度飲緊啊！你大家又可以拍一單回去做早餐啊，或者個晚黑啊，想飲啊咁樣個，又可以沖一杯嚟飲，真係好醇香個，未有嗰啲腥味騷味嘅哈。你大家可以拍一單食早餐，乾拿鹹吃拿鹹，好食嗎？快咯，no 啦，好食。好食嗎？